台湾人桃园米地人当年猪肉的消费量是34公斤，且是所有肉类消费量的4、3国家。好食猪肉又改为传统肉猪肉制作的欧洲水饲料也多，安尼个矛盾难题，政府要用循环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农委会规划明年用2亿的经费来推动沼气发电，要囤敌人闹的肉猪的废弃物变做环保绿金。环保署也会出价来推广猪的饲料拿来做皮，处理过的也能讲沼液、沼渣，使得循环利用。不过讲没有按简单，实际执行有按多么个困难么？来看俺那个报道。敌人下个洗猪的规划牌连性能利用强的，按太热水凉水浴洒，囤温度控制在27度，在洗猪的体按舒适的环境当中空间成长。不会有个水啦个啦，伊黑屎黑尿排水啦行伊，俺个明年就一直种个水啦会排出去，保持一环境的清香。也见喺屏东联络的中央畜牧场，有个25000只猪的传统的肉猪肉，产生的欧洲水饲料，各家本人批评，经营人数证书喷量用体有无相用的做法。5年前，一等死的4000人班来做瓦斯气发电的设备，唔单止处理一等麻烦的废水问题，还做的发电本猪饲料变做黄金。我们后面那个是故意分离机哦，那个猪粪尿原水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们经过故意分离机把它分离哦，液体经过我们这个厌气槽哦，厌气循环收集沼气，因为我们要收集沼气，所以我们这边全部100%密闭，所以我们在外面都闻不到它的臭味了。现在我们的厂猪大便我们都直接去拿去做发电了啦，所以未来猪粪尿变黄金沼气变现金已经实现的啊。我们现在1个月就差不多可以花3500度到4000度的电哦。如果换算1个月的话嘛，有20-30万的电的省下的电费。农委会按算明年2亿元替肉猪6件事推动瓦斯气发电计划，为肉猪的欧洲水、猪饲料也掉废弃物变做再生能源。会从那个5000头以上油钱推动，再来就是2000头以上，这样依序来办理。那至于就是规模比较小的，就是看看就是要做用集中处理的方式。那这个比较中长程是希望小型的部分都能够集中处理。农委会指出，也下国内7681场肉猪场当中，独立式瓦斯气发电有经济规模，也就是肉2000只客家的肉猪场总共有484场，总共肉价2316000只猪的，价位43亿，其中有30场已经是瓦斯气发电内套，废弃物要转换做资源，看起来是要欠过一条线。不过，欠过一条线，猪农的钱是要拉到，因为发电机的成本高，一台450到500万元，许多的猪农少，无办法囤投资设备按高的本钱存过来。韩国20年前每时推通过100瓦斯气发电，当时无人成功，谁知道一下猪农无马上做。农委会是由增加诱因，囤买天的钱对达到3.9亿元，提高到5亿元。那现在因为整个国际环境的改变，节能减碳的观念大家都比较有，所以在配合我们的一些的政策，包括贷款的额度，还有包括趸购费率的一些提高的，希望能够刺激这样子的诱因，然后使这些农民和业者能够相互配合。这算是异业结合啦，就是相互配合，然后来做沼气发电。用循环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产业污染，想法一定好。如果有肉猪不认为，平常时但抢起肉猪的，不好猪的也空天，一点规模限的，食材困难再过来做安全也被瓦斯气发电。因为以一个猪农的角色来讲，我每天早上起床，我就是得照顾小猪，然后哪里问题怎么样了，我每天很忙，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再抽空。我是真的觉得说，这个那么专业的东西，这个那么专业的发电的东西，是不是要有专责？我是觉得，因为养猪实在是现在人力不好找，人力不好找，那你又要
做的东西啊，专业问题我们又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一步应该是由政府来鼓励厂商来做。养猪人家他养猪，他其实他已经很忙了，他还要耗费精神来做这个早期发电，有的他可能也兴趣缺缺，但是如果有诱因让生意人进来的话，那我相信是很快大家就会去做了。屯项目批会专做资源循环再利用，还有另外一项新政策，因为环保署明年今日就会开始收项目业税务费。将业者申报的排放水质水量，含过实际由1多只猪位来数，初步按算平均一只猪位半年要缴17.2元。环保署每用按呢来鼓励猪农，同处理各位猪屎猪尿，拿来做填土的肥料，所以向主妇申请入做的减少税务费，拿来做肥料越多，就会钱越少。希望把那些畜牧业所产生的粪尿全部都把它当成肥料，然后回归到田地，而且这些东西粪尿不要跑在河川里，就不会造成河川的污染。现在欧美先进国家都是以这种趋势来管理畜牧粪尿，所以我们环保署跟农委会就共同的推动，希望能够把我们养猪业的畜牧粪尿沼气来发电，早扎早育来做农地的肥分使用。猪屎猪尿经过故意分离、应用发酵过后，收集尺度加倍用清水，就做的拿来做填土的肥料。生态项目从整体生产尝试，附近人等蜂巢自家先做，拿来用提自家被抢的盐，坦白计划会提供本性备用，把交俾填土来用。因为猪可能它们水可能会怕都太咸，所以我们就为了减少农民这些困扰，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水，我们那边有泉水，可以跟泉水来混在一起，这样来给农民来使用，做肥分的利用，早扎早育的肥分利用。环保署按算明年底之前，全台湾会有164场项目场通过，处理各位猪屎尿入做的拿来填土做肥料。不过农民对也还係有改多嘅毅力，社會有充減數，又會殘留，未將皮克服唔到。关于重金属跟药物残留的，我们目前所做的研究报告，目前所看的这些检测报告，都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是会做持续的监测。凡是任何做这个农地肥分的使用的这些畜牧粪尿的话，我们都会做土壤跟地下水的监测。肥分的利用的这个里面的分析要非常精准，否则我们其他的这些农作的这个农民，他的农地。它生产的这个品相，它所谓的肥分的需求是不是刚好就是符合这个我们这个早育的这个提供？所以这个部分都还要做一些细部的这个研究跟分析呢，才能来做比较精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推动。如何让环保署跟农改场去建立一个可以让农民跟畜牧业咨询的一个专业服务平台？好，这样才有办法去把这样的一个，好像会遇到很多杂七杂八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不同的作物在不同的土壤，可能会需要的灌溉方式跟肥分的高低都有不同，所以在这一部分上，早育早扎要走的关卡相当多。政策會成功冇，除了協助會企業，每行愛請農民來配合，萬人來做一件事情係關鍵。你可能要去找农民去签约啊，可是你政府没有去教育农民的话，他会觉得说，哦，我为什么要拿猪大便来放在我的田里面？猪农自己去找农民这一块，其实就会让很多人却步了。说明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啊。那当然说实在的，这个现在农委会也非常要支持这件事情哈，包括他当然先开始从这个沼气发电的价格，因为你要先浇灌，先要做对它来沼气利用嘛。这个沼气利用，你如果他愿意这样子来投资，后面的部分才可以再走下去。那不然的话，它的水继续排到水体里面。要做嘅嘢澳洲水，做事要處理嘅好，就係資源；處理唔好，就係污染。台灣愛解決要做成業嘅污染，行用循環資源再利用，唔係做唔得。實際來看，困難幾多，恐怕還有改善嘅路要行。